来继续来看这件，这是伫个高雄凤山的凤翔路顶出现着喷泉，路面积水是积一大片。结果讲现场有工人赤木梯坐伫个出水口，企图要用马身来挡水来降低着灾情，但是因为这个出水的管线太大管了，根本就挡袂牢。 大路线有一缸水是一直钻出来，详细甲看，这个工人直接烫北体坐伫出水口，所以个一个换一个角度，想要用伊的身躯来挡水。附近的民众看起来拢硬气。这时候在烧水的时候，看到他们躺在那边做 SPA， 就很有趣而已。人家在那边工作救急，然后他在那边玩水。监视器画面翕到漏水的当时，水是钻甲规世界，淹到对面的车道。真正工人伫现场想尽办法，想要甲水踢掉咧来控制水势。这个地点到伫高雄凤山区的凤翔路。厝啊，即款破的啊！你看遐有开两空，对不对？啊，要关水，当然要修理啊。漏水的是自来水公司的管线在进行修理的时，因为水管的开关关袂起来，水就一直钻出来。相关的单位接到通报，就赶紧派人来修理。啊，你比看大机讲135孔的，直径136就135公分。哦。那要半人管的直径啊。自来水公司发生管线漏水事件，这一个相关的抢修作业完成之后。 并且会严格的进行的相关的品质抽查验工作。好在这并无影响到凤山区的民生用水，只是搁看一遍，这个工人直接用身躯来挡水，画面嘛互民众看甲咁面气。Hello， 我是林仙怡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